找到了。啲台灣苗栗來嘅邱氏兩公婆，逢佢嘅看點爭前馬當佢嘅族譜。送紅客家族譜館雖然唔大，唔過沙空頂結下穩陣嘅珍貴資料。家有族譜，族有組織，國有歷史。族譜係記錄定一家種族風頭女兒老祖公嘅名聲，同家從歷史嘅重要活現。呢當然都透過廿千件嘅過程，簽到為最前嘅1萬年頭。族譜作為一個客家人的家族史料，他說他是印證整個客家人的歷史，也就是說，從這個客家族譜能夠看到我們客家醫生怎麼樣向外擴遷，怎麼樣遷到台灣。今年3月25日，送紅客家族譜館帶人27體上嘅族譜都嚟台灣巡迴展覽，當時受到台灣響起熱烈嘅回響。不過，聽聽熟悉族譜嘅數量增加，本地嘅展覽空間已經唔大使用。故數啲2008年起始，依個新嘅客家族譜館，按算啲高鐵嘅年頭會完工，行下增強嘅兩岸文化嘅交流。現在來說，我們收集的這族譜已經是有131個姓氏，有2000多部的族譜。我們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還收了就是客家地區的1萬多份的家族契約，特別是契約。另外一個就是在兩岸的這個族譜的對接方面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先後非常多的台灣客家人過來這邊尋根。10年嘅送紅就創造好使用嘅貼片鬧熱，參加野場開協兩岸客家族譜論壇嘅人，都熱衷帶嚟東橋，沙都獻嘟嘅，將按多年來嘅族譜研究同大家分享。台灣一度學生未強下參加，對族譜研究嘅觀點提出無缺用嘅論述，希望早啲激發出兩岸交流新嘅火花。同一個種族嘅人啊，都互相團結，應該和諧。所以呢，高層嗰個聯繫對一個族譜來講啊，就發揮了那個作用。蠻有意義講嘅啊，對一隻種族，以一隻種族為主嘅個力量嘅發揮。就講台灣要尋根涉祖啊，好尋根哈，也可能會受到海文化強勢海文化嘅影響哈。故說嗬，而家來研究一條族譜嗬，大家可以用較開放、較多元呢幾種心情嗬嘅角度來看嗬。透過客家族譜研究，冇聽錯唔到啲嘢，可帶出兩岸客家歷史、客家道嘅腔味同層層嘅意義。呢當然未透過族譜簽到嘅，客家係當然都會盡到宗旨來記住。啲關田村河壩太和府動王嘅利福太宗祠，有幾浪嘅五山豐年更定嚟台灣，本人感受到嘅太堂有動英雄嘅氣氛。宗祠都會公園，當地嘅吊燈都有老市民嘅紅色燈籠，準備為人家去另外來嘅利福客家子孫。啲前土講46年，咪就係136年嘅時節。啲福德入去福建，啲冬天颱風打拿，上見熱帶，古屬後年總嘅群眾係魁基始祖，邊度會咁差嘅？古屬建立嚟呀，對海內外充滿影響力嘅利福太宗祠。很遠的美國的、日本的、英國的都有回來過。對，大約現在佛的公的醫生呢，大陸跟那個海外的1000多萬。當然台灣都幾十萬。像這個大門呢，就一般就是所以我們李氏子孫來拜祭我們這個火德太公的時候，我們這個門才可以這個打開的。一般情況下都是不能打開的。粗筆用難嘅祠堂，有客家熱鬧同風流嘅風景，表現出非史戲。就算人從熱叫，風吹熱雜，上段嚟看嘅雕梁畫鳳還係清清楚楚。總堂嘅梁山表沒下定，忠孝兩節嘅西藏大師，特別為老祖公嘅土地規範，同對後退子孫嘅等等。這個是我們客家建築的特色，
我这个建筑呢是前风后延，前低后高。为什么呢？晚辈更厉害。对，一代生一代，晚辈更厉害。一台传一台嘅利木子孙，第世界工体开发崩塌，有位嘅未来都嚟推翻。不过大部分人嘅自己同方嘅，未变做义工嘅好落下。他是上行过来的是那时候的讲交换话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到台湾来都没有办法讲交换了。我的祖父啊，他都会讲交换话，到我们这代来都没有办法讲交换话了。年流逝，客家總地唔記得自家係啲哪來嘅，嗰數當年也權義務向前，都會轉到福建松洪嘅種子來資助。他看到那個建築啊，那麼莊嚴啊，我就嚇了一跳了。啊，那個時候來的時候啊，還在修路，路不好，還要走一段時間。確實是很壯觀。牆面前後，咱學去甲建築，歷史嘅宗親呐，攏有開會，攏有來，大概很親切啦，很歡迎嘿。菖蒲、種子都提醒定大家唔好唔記得家從的事。對利木子孫來講，種子唔單請年輕嚟種錯，還卡必要時時推延續客家嘅血脈。